各位乡亲，新年平安！欢迎收看2月初9公视台记台的暗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是围炉暝，祝大家新年人团圆，万行拢顺心。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气象署发布低温的预报，初一之前北部可能降10度，后来疫情还在高峰，新加坡人侪所在都爱挂翠安。美国众议院初七讲有19条美国对台的军售，拢总200多亿的美金，会延到2027年才交货。球王梅西伫初七伫日本比赛有落踢球，最后伫香港无出场的风波愈加愈大。主办单位讲，门票的钱会退一半给球迷。即马当是春节连假，疾管署提醒民众，目前是咱国内流感也有新冠疫情还伫流行的高峰。建议新者若是要去人较侪所在，都要会记得挂喙安，嘛要接洗手。伫新者的期间，各县市嘛会开呼吸道传染病特别的门诊，兼顾民众就医的需求。今日大陆冷气团报道，加上学校休馆以来人流南来北往，目前第一线职业医师就观察到，最近类流感的病例一直起来。感冒啊，或者是流感或者新冠这些重症的这些的疾病啊，这个还是最多的。那再来呢，第二多的当然还是肠胃炎、拉肚子。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讲1月以来，真侪种呼吸道病原体是做伙伫社区内面活动。根据研究的经验，急诊类流感的就诊人数会伫过年时阵到高峰。顾到民众就医的需求，各县市开呼吸道传染病特别门诊的病院，拢总156间，毛2科特别门诊。门诊是可以优先来利用，避免说导致急诊的拥塞。那这段期间，适当也请民众注意，如果前往一些人潮拥挤的场所。注意戴口罩、勤洗手，特别是没有打疫苗或者是这个本身身体免疫力较弱的族群，长者等等的话，建议做好这些防护措施，以免在疫情当中遭受影响。疾管署嘛提醒较虚的族群，亲像65岁以上的老大人，也是慢性病史这高危险群，伫天气较冷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健康状况。拄着过年，原本在食药啊，嘛要继续食，袂当家己甲药啊停落来。出去佚佗，也是亲戚朋友食饭，拢要注意手的卫生。若去人较济、空气较无好的场所，拢要挂喙往。类流感的患者，若开始袂喘气、意识改变，也是加血压，都要较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有一项包括加强美国甲墨西哥边境移民的控制，也有军事援助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预算案。初七伫美国的参议院表决并无通过。也那众议院初七的时阵发消息，有19条美国对台的军售，拢总220亿的美金，要到2027年的时阵才会交货。美国参议院初七表决包含军援乌克兰、以色列甲台湾的追加预算案，因为共和党无赞同其中的美墨边境安全措施，所以无过关。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提议将预算案分拆，却未得到共和党的支持，通过停书动议，会当先杀军援以乌台的预算案。This is a good first step. This bill is essential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for the security of our friends in Ukraine, in Israel.For humanitarian aid for innocent civilians in Gaza and for Taiwan. 这项拢总953亿美金的军援案，参议院预定续来几天会讨论最后的版本内容。另外，参议员郎子认为，中国当地观察美国甲盟友，是毋是伫乌克兰这个问题立场同款，甚至做公台的成本评估。If he finds that we can only focus on this for 30 days, or for 90 days, or for 180 days, then he can wait us out.And that starts to make him think that perhaps he can get away with this and the cost. 共军大年大祭也是持续扰台，国防部公布查到共机7台、共艦5隻，也有2粒空飘气球飞过海峡中线。美国众议院外交军事销售老好小组初七嘛公布报告，检讨美国军售交付延迟，敢若台湾都有19项，包括2车突击车、火山机动步雷系统等，部分要到2027年才会当交付。咱国防部是讲会运用这种军事援助手段，弥补军售制度的不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迈阿密国际卡球队初七伫日本东京举行的友谊赛，7点钟的比赛，球王梅西有来踢半点钟。最后顶一日伫咧香港比赛，梅西全部拢无出场的这个风波，即嘛是愈加愈大。港府的议员甚至是中国的官方媒体，拢大力批评梅西。主办单位伫咧各界压力之下，初九宣布会将门票的钱退一半给球迷。迈
阿密国际队初七暗时伫个东京国立竞技场和日本神户胜利军队的友谊赛，全场68000个位，敢若坐28614个人，和3天前伫香港大球场举行的比赛，4万个位拢总坐满满比起来是差真济。不过伫个香港球场的场边，坐90分钟的阿根廷球王梅西，坐伫个东京球迷的面头前落场踢30分，毋那是落去踢尔，伊阁有射门，互行出球场的球迷讲到这拢痛甲。Yeah, it was thrilling. The second half with Messi coming in, like you could just feel like a jolt of electricity go through the place. 梅西伫日本和香港2种完全无同的表现，互香港的球迷是真正生气啊！港府对特首李家超、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尤润雄，到立法局的议员叶刘淑仪，拢对这表达失望和不满。叶刘淑仪甚至讲，香港人对梅西和迈阿密国际队故意冷落香港，感觉真怨愤。梅西应该永远袂当阁造访香港。擺明呃我哋咯，咁你有冇可能？琴日有病，今日冇病啊？冇可能嘅事啊！即係當人細路仔咩啊？冇可能嘅事，即係一定要有交代。你唔交代，你個主辦機構買一物都有交代。主辦單位 Tatler Asia 是透過聲明講，合約有寫明講，除非受傷無梅西必須要落場來踢球。尤潤雄嘛指出講，喺比賽結束進前10分鐘，確定梅西未落場了後，要要求主辦方愛想變通的辦法，親像和梅西喺球場和球迷互動，也是接受獎杯等等，但是攏予拒絕。Tatler Asia 除了會撤回向港府提出的1600萬港票補助金的申請，初9嘛宣布會替觀眾一半的門票錢。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那講到辦桌，會當講是咱台灣特有的文化。今仔日就是圍爐暝，大家攏會食年菜。今年高雄內門有總鋪專工去高雄的保安宮現場來煮，有魚翅雞，也有炕肉等等的好料理。不少民眾是透早就去排隊，都是為着這香港講的古早味。一透早，真侪民眾來廟埕排隊買摕年菜等去過年，大家攏是為着內門的辦桌菜，有風肉、魚翅雞、雞湯等等古早味的年菜。今年高雄內門總鋪師是刷到保安宮內底煮年菜，現場總鋪師手攏無停過，民眾攏講內門總鋪師辦桌菜就是上古早味的。每一年生意攏足好個，係啊，舊年我們擺到暗時8點外才擺掉。是板的嘛的那个菜，比较古早味吧。对对对，那我觉得也是吃起来是还蛮喜欢的。都是现场煮的，都是热的，那回去的话就可以吃了。高雄內門會當講是總鋪師故鄉，早期平均5號就有1號咧辦桌，上濟時代有150個總鋪師。內門也是總工程的起源，頂頭連續到連攏會煮大鼎的菜給因食。這連出好手雞，已經做30檔的總鋪師講，伊路菜就是規個辦桌上重要的菜。因搬出煞，第2項就是魚翅肉雞，師傅的手路感好，就是看這項。成敗都是看這個魚肉菜啊。魚肉菜吧，跟煮得好吃不好吃，一場宴席下來，它是最關鍵的。今年伫保安宮攏總來3-4位內門的總鋪師，因為初8暗時就先款了來煮。業者表示，第30暝這天就有600-700份的訂單，眼看到初2有價愛煮2000份，物價攏咧起價，豬肉是起上濟。食材的部分多多少少都有漲價啦，就我感覺最大的應該是腿褲的部分啦。感覺應該在1成至1成5左右。今年內門的總鋪師也捐出60份的年菜，和潮州較偏遠的國小甲基賽煮盛會，和因也會當圍爐團圓食年菜，過一個好年。記者鍾義輝、邱朝陽高雄報道。咱台灣早期農村社會時代，大家厝內攏是用灶咧煮食，即賣已經真罕咧看。喺台南後壁一個社區，有一個100多年的大灶。今仔日大家做伙款食材，用灶煮真濟傳統的好料理，要互這個時代做伙來食團圓飯。一透早台南後壁區的頂塘社區是大因分工咧款料，無因次次咧準備團圓飯的料理，因堅持要用順手工落去爛吧，講安尼食起來較 Q。啊，那另外一邊的人負責咧烹茶起火，感情這個大灶已經有上百年的歷史，原本灶已經放棄無法度使用啊。社區因摒細甲傳統保存落來，請人來守護。完工了後，社區發展協會今年頭一擺招時代，鬥陣做傳統料理，提早慶祝過年，食團圓飯。社區大家做伙來做，就今仔日炊羹啦，煮掛菜雞啦，用煮飯煮，大家安尼
大家讲咱是家人，啊，就会算讲，迄落咱大家做啊团圆啊，做伙食安尼啦。啊，阮就是利用这个灶吼，互社区的感情啊，都甲维系起来，啊，会用闻着古早味，嘛用食着古早味的物件。有10桶的时代来到老街，因拢总传31汤的料理，规道澎湃料理，互人看甲嘴软插插的。每一个料理各有特殊的意义，就讲当年菜着添福添寿的意涵。协会总干事讲，因要食正前，大家一定爱讲好话，互相祝福，气氛不加烧热。另外，嘛有时代拍鼓兼唱歌，祈求新的一冬平安顺遂。大家阿嬷吼来遮吼，啊，就是吼要来食团圆饭啦吼。挂菜鸡吼是要吼阿嬷大家食咧身体健康，食甲老啊食120安尼。阮今仔日就是来遮团圆，啊，讲过大家听。这个8档的大灶用土角落去贴，即摆正做是社会特色。社会时代因即摆做伙食团圆，嘛互大灶有新的生命力。记者陈台南采访报道。再来，咱来看屏东有一群少年人，为了这一天伫咧屏东公园免钱提供500份烧汤，还佫有饭，要互家友或者是独居的聚会人，互伊嘛会当食一顿仔烧，感受过年的气氛甲温暖。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一句新年快乐，所有人就送一份汤饭含一杯凉的。一讲每一讲，伫咧南台湾气温嘛小可降，但是屏东公园遮因为爱心是真温暖。对下晡2点开始，现场是发送免钱的500份的汤饭，分享予无法度含亲戚朋友食团圆饭的家友，也是家己大的老大人，互伊嘛会当食到一顿心含胃拢真温暖的暗顿。非常的好，好不错。好，谢谢。介好啊，你今日爱心青年班呢？要有啥爱心青年？善行的发起人是屏东在地餐厅的少年头家，希望会当尽一份心力来回馈社会。太太朋友嘛拢真热情来加入。爱心汤饭发放已经来到第3年，今年是无限定任何身份拢会当提。跟我老婆都苦过来的啦，所以我们想说，因为我们也是做生意的，然后是想说，因为做生意也是会有一些街友会去跟我们，就是说要不要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饭一个汤这样子？那我们就说，既然我们都要做吃的了，那不如就是出自爱心就给他们这样子就好。烧汤内面有高丽菜、香菇和肉丝、鱼丸等等，还有一碗白饭。免一个爱心汤饭，用了一点仔嘛袂凊彩。内面有真侪人的力量和善心，这群少年人想要互更较侪人拢会当感受到温暖和幸福。记者综合报道。在申请期间，苗栗泰安温泉区，因过伫遐若是要住暝，房价是真恶定。不过今年春节连假有7天，有袂少民众选择出国，住房率是比往年减1/3。也若伫台中的武陵农场，今年的烟花季是为新历的7月开始，一直到29。今仔日去遐行大的人差不多有1500个人，按算初2了后，人阵才会搁较侪。房务人员无用整理房间，暗搁伫户外浴景甲浸温泉区，游客并无往年遐尼济。年假期间天气冷季季，尤其是围炉即天温度搁较低，互提早来体验的游客拢讲趁着啊。苗栗泰安温泉区较早伫春节年假的时阵拢真歹订，若做拄着气温降低，住房率阁是逐工超过9成。因为看好国民旅游，不少业者有规划新的浸温泉体验区。本来是看好今年冷气团来，会带来真好的商业机会。暗过为了即天住房率比往年减少1/3。除了初2、初3、初4这3天比较好以外，平均的住房率大概5成多一点点。到国外旅游的人太多了，所以变成说国内的国民旅游，它的住房率就比较低一点。台中武陵农场满山的花海连做规片粉红色的棚坑，民众摕手机安怎翕都好看。不少民众提早上山，伫这个所在围炉。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在露营区露营了，而且下了一整个晚上的雨。没想到今天天气放晴，而且阳光时有时没有。武陵农场的烟花季是7月至29，目前安粉家人甲招好烟已经开5成。为了即天场方估计，入园人数到1500人。民众嘛有看到规定高爬起的烟花树，甚至开始食烟花。场方是讲，这是带自然的一部分。猕猴本身就是杂食性的动物，平常就是以果实还有树叶嫩芽还有花瓣为食物来源。樱花花瓣也是它的食物来源之一。
中方是讲，只要即阵猴无攻击人，就袂甲赶，嘛提醒民众看到猴爱离较远的，才会当避免人甲猴的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移工的人数今年顶半年有要74万人，是创下历史新高。所以要带大家做伙来看，有一个印尼移工叫做吴咪，伊是真够唱台语歌，毋但有袂少台湾的买奖，伊还阁考到街头艺人证照。拜六礼拜过道，宗教文化色彩正高的高雄景点莲池潭传来台语歌的歌声，后壁配湖水的好景致，属实阁随伊的气氛是真有台湾味。在这种看起来真一般的生活内面，上特别的是，在顶悬咧唱台语歌的是一个戴头巾的印尼人。迄叫做吴咪，我捌伊几啊年啊。啊，伊拢一世加伊个念歌，伊就去比赛啊，爱都足爱念啊。今年来这里工作，我是照顾阿公阿嬷的。阿公阿嬷都睡觉的时候我都无聊啊，那我订歌啊，随便工作随便订歌这样的我可以去莲子丹这样子唱歌。甲吴咪的台语歌本掀开看，会当看到内面是标注一大堆，拢是伊家己写的音。为着要甲台语学好，伊毋若开钱去上课，佮用这种上基本的方式，拍拼甲歌词背起来。即马伊毋若会晓唱200多首台语歌，佮考到伫台湾街仔路表演的艺人证照。吴咪伫咧参加活动的时阵，伊上爱线顶放送分享动态，可能就是想要甲印尼家乡的亲友讲，伊即马伫咧台湾过了真好。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竹东伫咧1930年代时阵，有一间病院叫做中村病院，是迄当阵真出名的医生馆。这栋厝经过真侪届转手拍卖，2018年的时阵，这个医生伊的子孙甲买回来。去年12月份通过审议，成做新竹县的古迹。即马过翻过了后，变做一间咖啡馆，卖办一寡艺文的活动，希望甲因家族的故事会当继续传落去。西洋式的老厝，过去是竹东真出名的医生馆。这间成立在1930的长春病院，当初毋但是在地第一栋3层楼高的建筑，佫是台湾肝病医学之父宋水楼出生的所在。落尾病院经过转手，总算转来到后代子孙手中，而且翻修变做一间艺术咖啡厅。在竹东这个地方是第一栋3层楼建筑，而且是钢筋混凝土建筑。在当时来讲，民间住宅有这么设施是相当先进的。我觉得很复古我觉得很有味道。像天花板这些东西里面，我们都可以感觉到以前时代的那个环境氛围。长春病院外口是以细石的墙面，加上几何图样以及花草装饰。这来是采木造以及泰鲁为主，是迄时阵上流行的欧洲建筑风格。目前已经通过新竹县的县定高级审议。我们已经评定为新竹县指定古迹之后，在修复前，我们还是维持一个咖啡馆的营运，来维持这个基本的。最重要是打开门，让乡亲还有中亲们都可以来这边，有点像故事馆的一个概念。未来除了是咖啡厅，阁会举办音乐会以及艺文活动。后代子孙希望在保存建筑以外，把宋家的故事会当永续传承落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回来看明仔载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南部地区上低11度，
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加11度，上悬19度。来看外岛地区8度至17度。一个未来这3日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今仔日是围炉暝，大家都爱食好饱、穿好烧，平安过新年。我是丹妮，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会。Thank you.